日帶大家睇一間連排別墅啦。呢一間別墅咧，佔地面積係258方，建築面積166方，而且仲係稀缺嘅單邊位連排別墅，全新嘅裝修。喺三區嚟講，呢個小區絕對唔會水浸啊！嗱，單單呢個花園咧，你見到啦，非常之大，而且咧有前後花園嘅喎。呢度已經做好晒我哋嘅玄關位啦，出門着鞋換鞋就係呢一個地方啦。佢一樓嘅格局咧，設咗一間主人房啦，同埋我哋嘅呢一個客廁都有嘅。咁而廚房嘅話咧，就做咗開放式嘅廚房，放翻張大嘅餐台位，屋企嚟咗客人都唔使驚唔夠位置坐啦。嗱，我最中意嘅話咧，都係佢呢個非常之大氣，有6米挑高嘅呢一個中空客廳啊。喺呢個客廳出去嘅話咧，就係我哋嘅後陽台位置啦。呢一個後陽台空間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噶。周末嘅時候咧，約埋啲朋友咧喺度 BBQ 啊，傾下偈，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噶。而家我哋再上去2樓睇下佢2樓嘅格局啊。嚟到2樓嘅話咧，係一個休息區嘅位置，有2間房嘅。嗱，成間房咧，佢嘅空間亦都係非常之好噶，而且全屋用嘅話，仲係美的嘅空調，中央空調喎，配埋一個客廁嘅位置。而3樓咧就係最私密嘅主人房啦。嗱，呢個主人房空間係咪非常之闊落咧？仲做咗2個衣帽間俾你嘅喎，女主人一間，男主人有一個地方。而且我哋嘅主人房連埋出去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嘅露台位置啊！嗱，呢個露台咧，後期你亦都可以將佢做成一個陽光房，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噶。呢一間連排別墅咧，我哋就睇完啦。佔地面積258方，建築面積166方，實際上佢使用嘅面積都可能達到300個方啊！全新嘅裝修，總價只需要300幾萬就可以攞低噶啦。感興趣嘅朋友，快啲私信我過嚟實地睇樓啊！